后来乡亲啊，台南的阿母寮有一个戏贩啊，人拢叫伊是客客哥。虽然袂晓讲英语，但是也是勇敢来表达，用真台湾味、真无认等的英语，成功请一个外国人啉饮料。附近的摊商拢学了讲，客客哥是当地真出名的外交官。 鱼店的头家真热情，用台湾式的英语，甲当咧食面的外国人展现咱正港的台湾味。原来是要问对方敢有要啉凉的，严格英语实在是袂认得，只好拜托隔壁卖饮料的姐姐讲一句，伊才对咧念。很高兴认识你，要不？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Welcome to Taiwan. Thank you very much. See you again. See you again. 总算是顺利交入这个外国朋友，是讲因开讲的内容是不假信息，画面也引起着讨论。我看到欧美，我就讲 hello， 我 hello 伊也顿一个，甲我伊就甲我应，甲我应的时候，我就看讲要啉凉的无，要啉凉就是甲我问我某一届，我就甲讲一届，do you want to see 的款啦。台南阿无寮市场这间鱼摊已经有708年的历史，第四代业者 Cake 哥已经接手18年。厝边隔壁拢讲伊是当地出名的外交官。很烂，我英文烂，我不会英文啊。 一点都不会，刚刚 hello 你了。破破的，很架杠的台南人。韩国人会跟他说日文，会跟他说こんにちは。无论是欧美人，也是韩国甲日本的旅客，伊拢真敢讲，也捌和日本旅客做伙甲亲人过生日。但是很崇拜他，就是他很敢讲，他很有勇气，他是我们的外交官。英语讲袂认得无要紧。 客个靠一声 “hello” 甲伊的勇气，成功跨国交流，展现台南人满满热情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